29号启用台上的李姓舞蹈老师哦，伊即摆情形咱来做继续的追踪报道。咱即摆发现啊，动手的这个嫌犯进前就捌来拍过一遍啊。即摆呢，迄个时阵呢，这个老师佫来原谅哦，想袂到再一次啊，佫攻击这个老师啊，所以这个老师的家属非常的不满，非常的气愤啊。即摆这个老师人佫伫个插管治疗观察当中，爱先经过这7天的观察，才会知影伊未来身体复原的情形是如何咯。今是姓李16岁翁婿和查某囝，查某老师将透早叫县长的嫌犯摕家私不着伤，放送到病院手术，嘛转入交互病房观察。即马搁伫咧插讲，爱度过7天关键期，处理人来到病院探病，讲到县长的嫌犯着鬼巴肚火。之前他就已经有对妈妈动过手，只是有给他机会，所以没有提告，想说他年轻人，结果这次就第2次是真的蓄意。拜托个，人个公公安来啦，唔得问题。这个说公公说变了呢。姓李的查某老师过去就捌叫县长的嫌犯拍，当时佮替嫌犯求情无提过，想袂到佮第2摆个人攻击。你好，请问一下有人在吗？嫌犯甲爸母佮阿兄一家伙4个人住做伙，毋过自从案发过，警察就一直去引导看，毋过敢若拢无人转来，就含县长的嫌犯犯案了后，撞击国道，轿车弄到2支脚骨折，倒伫咧急诊室规暝嘛拢无看到爸母的身影。问当地里长，县长的嫌犯的爸爸伫咧里内担任守望相助队的副队长，妈妈伫咧当地担任志工。后生犯案了后，爸爸看到群组内底伫咧传相关新闻，有请人甲新闻收动起。你们有新闻嘛？新闻出来，他把你们的新闻就有一位守望相助的队员把新闻贴在守望相助队的群组上面了。他爸爸打电话给我们的社区的总干事，叫他拿掉了，所以他就把我们那一个队员就把那一则新闻就拿下来，就这样子而已啦。有去到病院关心的，敢若嫌犯的阿兄，问阿兄嫌犯犯案的动机，伊讲家己嘛无清楚。台中县长讲，县长的嫌犯2支脚骨折，加上规身躯真侪所在挫伤，即马搁伫咧等技术评估才会开刀，开刀过警察才会开始做笔录来了解伊犯案的动机。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